咱们先来关心的是，这火车票29档拢无起价，即马台铁要来调整价格。初步计算，这家人到台北上无时会起17块左右。另外呢，这台铁因为是公司化，推出优惠的退休甲离职的方案，也毋过煞传出有员工单入来无够一档，就领优退时节。通勤族爱注意啊！未来要坐台铁，可能爱加开钱，因为对20开始，电子票证9折的优惠会取消。就连已经29年无起的台铁票价，听讲要伫9月中旬进前开董事会来讨论新的票价，区间车票可能起4成。它其实涨价，它也是在50元内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合理。就是可能还是要再评估一下这样子，对，因为薪水也没有涨。传说台铁最近来启动票价试算，合理的报酬率总共有3%、4%、甲5%3种方案。若是以可行性上悬的3%来计算，基本费率每人每公里会对1块4角6，起到2块05仙，平均的起伏是40.4%。以区间车来讲，亲像贵人到台北的票价会对41块起到58块，一抓爱加17块。对于上班族来讲，未来还有 T-Pass， 还有台铁的月票的优惠，所以票价调整对于真正的上班族是没有影响的。去适当的反映它的价格，然后因此能把这一些额外收入用来改善它的人力跟营运状况。这样应该也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。台铁讲9月要送票价试算方案到董事会通过了后，再送交通部汇率委员会去讨论，再由行政院来核定。只是台铁毋若面临票价拢无起，因为了钱，去年因应公司化推出的6+1优退离方案，就去年才可调的新进动人，大无一年就领优退离职金离开了。不是这些员工会钻漏洞逃跑。我觉得反而代表是说，这间公司它的待遇出问题，到员工一进来就想要离开。我们都希望说，台铁公司如果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，那就应该要着手从我们的待遇上来做检讨。台铁产业工会讲，台铁应该调升员工的薪水台步，才好得降低流动率，让行车安全甲铁路拥护更加健全。台铁副总经理刘祥惠是回应讲，会经由多多招募来慢慢补足人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